你看我看袂到，你看我看袂到，你看我看袂到。阿高，我看你看会到呢。哦，破功啊啦！什么破功？我伫咧练习美小吹啊，甲家己变无去，安尼大家都找袂到我哦。原来是安尼啊！啊无你搁比一届。阿高，你是好啊未？你看我看袂到，你看我看袂到。阿高，你是伫倒位啦？阿高，阿高，你是伫倒位？嘿，莹莹真是看袂到我呢。家囡仔讲故事，咱来听故事。叫快点！来咯！哎呦，啊，人个是咪去倒位去呀？无伫遮，无伫遮，啊，敢有伫倒啊卡？无呢。哎呦！哦，这盆花足水的呢，迄看起来面色啊面色，这着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哪个吹到啊啦？一定是这个客厅哦，伤简单叫我发现啊！那无好，咱找一个新的所在来比小吹。好，咱一定要假做必修吹大王。你家应该都袂好吹到啦。大姐，你看，迄个咧叮当呢？哦，这是。你好，我是欧大爷。我俩准讲你真正是妖啊呢。伊根本就是美小吹大王。哦，拜托，是阮做地主。阮想要做美小吹歌手。无问题。第一招优雅，爱合适手叶啊，爱有优雅的姿势。第二招自在，爱合适手叶啊，爱有随风飘逸的能力。第三招袂叮袂当。啊？莫叮当，拢无叮当。上重要的是，规身躯的色水爱甲环境共款。伊真正完全拢无叮当呢。学起来。袂叮袂当。大姐，妮妮啊，大姐，妮妮，咱人咧啊的，我咧惊死！哎呦，真够味呢！哎耶，阮就是美小吹大王。多谢欧大爷小姐。欧大爷，莹莹，是我啦！阿高，你是咧创啥物？给我错一条呢？哎哟，敢是讲必小吹，爱甲大自然的环境男做伙。问题你身躯顶哦，伤五花十色啊啦！啊，我就想讲，安尼我就会当试隔壁啊！你看，
黄色，我就会当美个黄色的所在哦。红色，我就会当美个红色的所在啊。哈，今仔日甲做伙捡金蕉，去高山啊，Go！直直行，捡着一个金蕉，倒弯，捡着两个金蕉，下弯，搁捡着三个金蕉咯。高山啊，食甲足欢喜耶！来跳舞，来跳舞，来跳什么舞？拍鼓啊，人手花，你脚要点脚行。来跳舞，来跳舞，来跳什么舞？玲珑洗，舞舞起，欢喜人人舞。来画一个啊，手牵手做海洋洋，脚掌飞，一脚丢丢，唱落来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嘟嘟嘟嘟嘟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欢喜乱乱舞，欢喜乱乱舞，欢喜乱乱舞。我在天顶的流浪，好，来看我一、二、三。耶！我在山路，还未到啊？什么还未到终点？啊母啊，我是要换迄你讲我谁？耶！好算我，好紧呢，我这较慢呢。有你通带我。好，我带你哦，好，等下啊。好，我带你啊，带你去无惊啊，我是咧甲你念啊。好来，啊你活过来甲我看啊。对哦。耶！好来，搁一届，来搁一届，咱搁最佳开始，好不好？好。好来哦，来我过来啊！你讲大家好，我是阿希，较紧，好开始哦。大家好，阿伯，一、二、三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来冒险吧。你来创啥？冒险。冒险，人险咯。好来，你目睭看我，笑一个。成功啊！我可要来一个用这是较困难的。啊，不，你安带我去山顶？你安怎对？第你后壁对无？对啊，甲你去无？对。安尼对只安尼杵落去，敢才喙刻的对无？是。啊，不紧带我。去来。哇，惊粗粗的衫裤，对哦。那背山嘞？对，敢爬山嘞，爱下过爱卡，有啊，有好耍无？有刺激无？对，过这过桥，成功啊！成功啊！再来耍一届，再来耍一届出流浪。今仔日来 AI 公园真好耍，耶！小一点。做伙讲台语。流浪，流浪，
冒险，冒险，刺激，刺激，热热，热热。大自然真趣味，你敢有好好观察生活中四可能的世界？我发现只要斟酌观察，真正会互你欢喜甲起着惊哦。无唔对，所以后一回嘛要继续收看咱的。咿呀咿呀哟，再会。再会，再会。